有冇試過某句說話突然治愈到你，令你想通晒呢？有時睇到啲字，真係會突然醒咗，原來最大嘅意義就係令自己快樂。唔好成日同自己過唔去，唔使俾咁大壓力自己，唔好因為自己嘅情緒搞到生活亂晒龍。唔開心可以，但係唔好長時間咁困住自己。崩潰可以，但之後要學識自己治愈自己。嚟呢個世界一次，100年之後大家都係過客，所以想食咩就食，想見咩人就見，想去邊度玩就去邊度玩，做返自己最開心。快樂嘅秘笈就係冇所謂，想錫自己就錫自己，唔使忍住。人生其實係減法，日子唔多，要珍惜當下，健康咁活，平靜咁過，開心咁笑。內心嘅強大唔係靠外邊，係由自己開始。欣賞擁有嘅，接納做唔到嘅，總會活出屬於你自己嘅光。真正愛自己，只係能夠自己俾自己，重新養育自己，係結束，亦都係新開始。每個人都要獨行，試過高高低低，先會揾翻屬於自己嘅天空。因為你想要嘅人生，始終係要靠自己成全。你有冇俾一句說話治愈過？留言我哋分享下你嘅經驗，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身邊想治愈自己嘅朋友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